再来看台中的逢甲市区哦，福兴北路底，就是逢甲大学宿舍，嘛是交工科技大学校门，学生啊是真多。也毋过哦，这路口是一个世外的所在，因为无交通号志，常常发生车祸。学校各学生啊，拢希望市政府会当赶紧做改善。赶时去翕到一只机车，当要进入逢甲大学宿舍，却被对向的小货车正正弄到。伊伫无共时间同一个路口，嘛有一只机车疑似无注意，另外一只当要转弯的机车，两只机车弄做伙。车祸地点就伫逢甲商圈福兴北路底这处 L 型路口。人走的时候车子会看不到，然后人必须要让车子的问题。加一个红绿灯吧，就如果绿灯就可以确定车子一定不会就是一定会停下来，这样走会更安心。这个路口就是逢甲大学宿舍出入口，边个有高工科大校门以及西园高中，虽然有行人穿过道，不过无交通号志。而且真多加上转弯的时间真济，但是到上下课的时间，常常发生意外。现场虽然有跳动的路面来提醒驾驶人，不过效果还是无好，互行人是提心吊胆。那现在这个3个学校的学生要过这个路口，其实在下课的时段其实是非常拥挤的。那再加上这边车流量又很大。警方统计，今年都伫这个路口发生7件交通事故，拢总造成在意的人受伤。今年都到6月是发生3件车祸，造成3个人受伤。台南市交通局就会评估安怎来改善。目前设有斑马线供行人穿越，交通局将在调阅此处交通特性资料，派员观察人车流通行状况。学生建议会使参照逢甲大学校门口，伫校门口设立号志，确保行人安全。交通局表示，当地车流量真大，就会评估交通的特性甲人车流量，建议整体改善的方式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气象局